好来，乡亲啊，2年办一届的外岛运动会，9月18甲20日来举办。今年轮到连江县来举办，这个连江县长甲金门县长拢特别坐无人机来台北宣传讲，台湾上大场的外岛的运动比赛正式来启动了。嘛希望这个澎湖、金门、马祖3地到台湾打拼的青年，到时阵会当返去家乡斗热闹。马祖热天，你来看过拿眼泪？伫马祖的秋天，你会使来遮晒日头。2年一摆离岛运动会，9月18到20伫马祖举行。金门、马祖、澎湖3地运动名将伫遮对决。连江县长刘正英、金门县长杨定吴特别跨海来台湾，邀请大家到马祖小叮当一下，包括慢速垒球、飞镖等8大比赛。一般真罕见的伫花比钓鱼的比赛，特别选伫马祖这个所在举行。我们很漂亮一个莒光岛在举行，在这个闽江口，是一个很好的钓场。那这个季节有各种的黑鲷、黑毛、鲈鱼、黄鲫鱼，我相信啊，可以让所有的矶钓好手可以大展身手。好酒量，好酒量！感情好，一嘴好打，金门、澎湖、马祖3结义。马祖高粱走过3巡了，欢迎大家去马祖看比赛，看什么人是离岛运动会天王天后。